定兴县东涝铺镇五里窑村坐落于定义路北侧，西接定来路，由东窑、西窑、郭家亭、郭坊4个自然村组成，县辖224户，905人，耕地1100亩，以传统种养殖及红薯、榛子等经济作物种植为主要产业。村名源于清初韩、耿等姓人家在此筑窑烧砖为业，因距定兴城东关5里，得名五里窑。解放后一方位细分东西2窑，并沿用至今。村内暂无明确记载的知名历史人物，文物古迹虽未见于详载，但郭家亭村明末清初留存的四望亭遗址，见证了村落由坟地看守聚居发展的历程，与古砖窑遗迹共同勾勒出村落数百年来的变迁轨迹。